后来中部乡亲走两个路段开车的时阵，要特别注意，唔通来超速。一位是伫国道6号要入去磅空进前，有警察会伫遐翕相来处理。另外一位是伫台61线苗栗后人的路段，有一支翕超速的。去年处理8千件，本地拢是针对路南的车，但是为11月开始要转向来处理到就北的车辆，警方来提醒，唔通超过80公里。 驾驶赛车驶伫国道6号，准备通过台中王埔里的磅空，雄雄正边一台警车画面是一个红翕到啊！因为这段路完全无路灯，驾驶当时无发现，是需要接到罚单看行车记录器，才发现有警车伫边啊。嘛因为伤暗，无看到敢有告示牌铺伫网路顶共问。有人讲有告示牌，不过嘛有网友批评讲，拢暗时要咧共翕，敢是伤欠业绩。在晚上突然看到远方有一个点，你会犹豫一下，对。啊，惊到的是就会打灯啊，打灯啊是后边若无保持距离啊，唔砰就弄落。 对民众的质疑，警方回应，执勤或者是掠超速的时间，袂干那伫日时，而且拢照规定，肯告示甲民众提醒。不分日夜定点来实施各项的取缔勤务作为。那伫国道爱注意车速，台61线苗栗后人路段，这支测速翕相机去年掠的8000件的超速，是苗栗的测速机王。原本是对路南的车道，不过自10月份开始会转向。这个主线车道那一段为下坡路段。 而且它两侧的开口多，然后今年也发生过交通事故，也发生15路杀的事件，所以说我们要来给它转向。警方提醒，这段路的速度是限制伫80公里，不过因为是路街路段，用路人常常无细致超速，常常会发生车祸，提醒驾驶经过时一定要把速度放较慢咧。